讲到咱国内这新冠疫情正咧加悬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新冠急门诊有9978人次，新增加34例新冠引起重症的，若本土有6例死亡。新冠疫情6月下来到高峰，因为这疫情正咧加悬，民众讲要买这快筛试剂买袂到。食署表示讲，新冠快筛试剂供应量仍充足，已经协助这4大超商和连锁药局补货啊。 国内新冠疫情搁再升起来，实际上门看诊的小儿科医师有感觉新冠疫情正伫升悬。蛮多他如果真的来比较疲倦感啊，或者是发烧，就是我们都会请他赶快回去筛一下这样子。那确实最近大概这1个月以来，有确实感到慢慢变多这样。 根据疾管署统计，顶礼拜5月初6到10日，新冠门诊急诊就诊有9978人次，新增加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有34例，死亡病例有6例。台大儿童病院感染科医师黄立平讲，就因为主流病毒株变较多，全世界同时有3支较强的病毒株，互疫情变复杂，难以预测。 我们是研判说，这波疫情大概会持续上升，到6月份才会达到高峰，那之后可能会往下降。所以在5月到6月这段期间，如果有出现一些呼吸道症状的民众，都要特别注意，可能是感染到新冠。 新冠疫情升悬也带动新冠疫苗注射增加2成。疾管署讲，这礼拜注射新冠肺炎疫苗人数有9092人，比顶礼拜同期增加21%。敢若15一天注射人数有2880人，创下大约7礼拜以来一天内底上多。全国内公费新冠疫苗库存要318万剂。疾管署提醒，因为香港甲新加坡最近新冠疫苗疫情升悬，呼吁民众若是要去，上好注射新冠疫苗。传出最近有民众反映讲买无新冠快速检查的试剂。 这一拜其实民众的询问度就很大幅提升，像我们这一拜进的大概是10盒40剂的快筛，那到昨天为止就已经全数售罄。从昨天到今天，有超过10位以上的民众在询问。业者它本身的库存也是足够的。那另外，食药署已经主动联系了4大超商、连锁药局等通路，针对家用新冠快筛试剂，有请这些业者能够协助铺货备货，来维持国内的防疫量能。食药署讲，这项新冠快速检查的试剂整体供应量充足，不过要看各门市的需求。 不一定全国通路拢有货，建议民众应到大型的连锁药局去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